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，这是顶礼拜上市哦，我出的册叫做《囡仔王子》。囡仔王子这个故事虽然讲旧年2020年已经有一本台语翻译出版，叫做《小王子》吼，中文直接译过来。我这本《囡仔王子》有几项无共，足特别的所在。这个版本虽然今年才出版，伊其实是曾惠平先生伫2004年写的翻译著作。内容伊原底写的拢是台语的罗马字吼，写着真口语的台语，读着足顺足水。册若甲变过来吼，另外一边就看到汉字的版本。你敢要问讲阿勇，你敢毋是无咧用汉字哦？它有汉字版。其实我用版嘛有讲我嘛足介意汉字啦，就是对初学者来讲，我建议头起先用罗马字甲台语学较好势，才过来论汉字。汉字佫有一个美角，就是即马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咧推荐的汉字，无一定有台湾在地基础啦。因为教育部推荐的汉字，可惜啦，大部分嘛是为中国借来的。所以我一直咧想，这毋就真罕嘛？遐侪人讲台语无字，其实因就是毋知影台语原底有几落百档在使用的文字，毋若有罗马字，当然佫有汉字。所以我咧想着讲，即本册两种台湾的在来文字，拢写互大家看，互大家有机会甲学起来，甲捡回来。因为讲实在啦，即马会晓看即款在来台文册的人真少啦。我伫编辑的时阵，我咧想，敢有法度小可甲读者斗相共尾有想着两项啦。第一，较罕得看到的汉字，我嘛有记罗马字的语尾，这就若日记写汉字的时阵，因嘛会记卡那的款。过来，册中央遮有一个矫正的罗汉对照表，安尼真好啦！一本册通学罗马字，学台湾汉字，嘛通学足水足口语的台语。若有要注文的观众朋友遮应该是看伫遮啦，有一个房连甲7月经爱全家也是洗文点甲点注文了，我连咪甲册本送互你。月尾嘛伫一般的册局会上市哦，所以扑克来也是成品也是金石堂拢找着。上尾当然嘛有人在问，阿勇敢会当用听的怎啊刷落来？我要翕几块影片，念几张，互大家参考啦。欢迎来听，也是对念嘛会使哦。对念顺续留一寡台文大家加油，感谢努力。